阿尼玛亲，阿尼玛亲，承认为谁？71，我是其中的哪只翼？左翼、右翼。多年前我低吟，当我以本族的口音念诵博、韦斯这两个名词，仿佛有了2只翅膀的鸟，它的羽毛有一种从未见过的美。它是族人敬畏的鹰鹫吗？要把与灵魂有关的无形的物质希往那至高无上的所在。众生平等，然而人世上竟是变异的物种，在污泥中打滚，在粪池里腐烂。困于其中，无法正义，还是双翼已折，还是哪只翼都不属于我。72，我是朝圣者，也是匆匆过客。朝圣的意义仅属个人，却留下各种垃圾，塑料袋、包装盒、纸巾，连悬挂一路的经幡和哈达，一定也掺杂了不易分解的化学物质。真心抱歉啊，诸位神灵。73，阿尼玛卿的形象出现在纸上、布上、墙上，有的画得像过去的人，有的画得像今天的人，有的竟像雪山乡那家小客栈的老板。本地人说他与格萨尔合二为一，研究者说他本来就是整日放牧的人。随着相貌的变化，神力也在增强，连坐骑也变得愤怒起来。在真情异兽的簇拥下，祥云翻卷着，而他手无长矛，频频回首，似乎从世间至出世间的道路并不远。转山之前我不认识他，转山之后我梦见他拟人的样子，果然是一个高大而帅气的果洛牧人，头戴一顶已经失传的白毡帽。74，戴在食指上的戒指丢失了，我很心疼。那别致的细长形，那纯粹的绿松石，是混血美人阿妮塔的礼物，来自遥远的伦敦。乌金朱布说，他可能变成了符杖，无需挂绿。我于是遐想着他那不可知的生涯，可能还真的寄托着某个魂灵，需要择地而居，更像是被一只神秘的手藏在了磐石下或壁虎里。那么将被怎样的命定而至的决战士发现呢？而那个决战士，我希望不要与其失之交臂，无论何时何地，都应相遇相识，如同一眼辨认出幸与不幸，如同与业力相关的魂石。